上场的最后一首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对，我们也很怕等一下中场休息时间剩下一桌的人，跟我们有一首歌。 他在部落里面，流唱了许久。我不晓得每个部落有没有听过，但是我也是在大学才听过这首歌。作词作曲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，有听过的可以分哦，《女孩的眼神》。